靚模組合東甩嘅大師姐 Rainbow 胡心樂前排就約咗擁有 33D 巨咪嘅師妹朱雨林 Caroline 齊揀 Bikini。Rainbow 試第一件 Bikini 見到谷胸嘅效果好似麻麻地，你睇人哋 Caroline 哇逼爆咁滯啦，所以 Rainbow 即刻換上另一件補鑊啊！即使只有 32B， 但係谷出2寸事業線，死未？好啦，換上泳衣之後嘅 Rainbow 自信心爆棚啦，突然間興起教師妹行 catwalk，佢哋兩個即刻喺 Bikini 店入邊周圍行，完全唔理其他顧客，即係講緊我啊！咁我就唯有睇落去啦。不過驟眼睇5尺9寸高，身材好均稱嘅 Caroline 明顯比 Rainbow 高一截，行起 catwalk 上嚟十足個名模上身咁。師姐 Rainbow， 唉，你真係爭啲噃，身材啦 catwalk 啦，樣樣都輸俾師妹，所以 Rainbow 顯得非常之冇癮，仲嗱聲走添啊！撇低咗 Caroline 嘅 Rainbow， 原來靜雞雞就帶住其他師妹曾寶玲啦，同埋劉偉欣現身跑馬地運動場，只係秘密練兵操身材力戰 Caroline，但係見佢哋講多過做，一入到場就猛咁吹水。不過呢個時候 Rainbow 突然間攞咗一支好似 firm 胸高嘅物體，佢自己搽咗幾下都不忘益下師妹嘅。不過見佢點解會搽落師妹隻手度嘅呢？莫非佢想 firm 手？唔係，原來佢都搽落個胸度嘅，可能驚咧做運動會令到咪咪會下墮，所以咧就滋潤一番。好啦，玩完一輪啦，佢哋終於肯落場做運動啦。係咯，多啲做下運動，減下肥，咁咪 slim 翻，咁咪靚翻咯之後。